各位觀眾，歡迎收睇今期托托托，我係你哋嘅主持人沈哲翰律師。多位華人業主跌入 Section 8諮詢陷阱。嗱，咁我哋講呢一單咁轟動嘅法庭新聞之前呢，我哋首先分享另外一單新聞先。二手摩托車買賣演變成民事訴訟。嗱，呢一單 case 咧就喺2025年嘅10月17號發生嘅。咁涉及一位叫 Tim Pang 彭先生嘅華人。嗱，咁當時咧，阿彭先生咧就去咗三藩市嘅一間摩托車車行，叫做 Scuderia， 咁就係位於呢一個 Maryland 街1070號嘅。咁當時彭先生咧就睇中咗一部歐洲嘅摩托車，就係一部二手車出售。咁佢就好喜歡呢一部二手車，咁就去諮詢呢個車行啦。嗱，咁車行嘅期間咧就同阿彭先生講咧，呢部嘅二手摩托車咧就係之前個 owner 咧經常都會有做呢個保養同維修嘅。咁就打開咗部電腦俾阿彭先生睇，佢話嗱，呢啲就係嘅維修記錄啦。咁然後亦都同阿彭先生講咧，呢個電單車咧係經常都有做呢個 oil change，呢個換油嘅。咁阿彭先生咧就決定咗啦，就買入呢一部嘅摩托車啦。咁但係買入咗幾日之後咧，咁個摩托車咧已經閃亮咗一個咧就係要維修嘅信號嘅燈咁樣。咁阿彭先生咧就好意外啦。咁佢一翻查一下先至知道咧，原來呢個摩托車咧係從來都冇維修或者保養嘅噃。咁即係話咧，佢認為咧呢間車行咧就同佢講大話啦。咁另外佢亦都發現呢個摩托車嘅車尾燈咧就有啲裂痕，同埋有啲油漆咧，亦都有甩落咁樣嘅跡象。嗱，咁我本身以前都踩過摩托車啦，咁好有可能咧呢個摩托車咧就係曾經翻側過咧跌落地下，咁都唔出奇嘅。咁彭先生咧因為咁樣嘅問題啦，就翻去個車行嗰度咧就同佢哋理論，咁但係咧到最後雙方面咧都未能夠達到一個嘅共識。咁最後咧彭先生就委託律師啦，就正式起訴呢間車行，就話佢啦就欺騙呢一個嘅消費者，咁就要求啦就佢哋作出賠償。咁單案件依家咧仲係喺三藩市高等法院嗰度進行緊嘅。好嘅，咁我哋依家就由我哋嘅記者 Lisa 同大家分享法庭新聞。大家好，我係 Lisa。滾返去你嘅地方，舊金山高檔社區爆鄰里糾紛，涉種族歧視，原告係住喺 San Barbara Avenue 175號嘅空津同空肖，以下簡稱鄭家。被告就係隔離屋企181號嘅住戶 Green Farmer 同埋 Kimberly Farmer， 以下簡稱花瑪家。事件最早發生喺2022年嘅2月9號。當日花瑪家請咗維修工人，但係工人未經鄭家嘅同意，就直接將堂梯架喺鄭家嘅土地施工。鄭家要求對方提供保險證明或者簽署責任豁免，但遭到咗拒絕。之後花瑪家仲親自上門理論。根據法庭文件，其中一句講話成為咗案件嘅焦點。滾返你嘅地方，原句其實係帶有 F 字頭侮辱性粗口，因播報嘅關係就唔完整讀出啦。去到咗2022年嘅10月17號，鄭家指控花瑪家指示園丁直接進入鄭家嘅土地施工。10日之後，亦即係10月27號，事件再度升級。鄭家指控花瑪家安排油漆工將鄭家圍牆嘅一面油成咗花瑪家自己屋企嘅顏色，期間仲講出咗一句：反正你哋都睇唔到，有咩所謂？而呢句說話亦成為案件嘅另一個關鍵挑釁證據。根據起訴內容，鄭家之後進一步指控花瑪家多次非法進入土地，擅自移除樹木、改動土壤、拆除灌溉系統、強行種植植物，甚至聲稱擁有一塊所謂嘅10尺橋墩土地。但原告鄭家指出，官方測量顯示地界其實係直線，根本唔存在所謂嘅橋墩土地。鄭家表示，事件令佢哋長期失眠、焦慮、抑鬱，更被診斷為情景性抑鬱症 （situational depression）。財產方面，亦包括樹木被移除、圍牆受損同埋土壤結構破壞。目前，原告提出咗包括精神傷害、非法侵入土地同非法砍伐樹木等多項法律指控，並要求至少10萬美元賠償，以及懲罰性賠償同埋律師費。目前呢單案件仍然喺高院程序處理當中。如果有新嘅進展，我哋會喺之後嘅今期托托托節目再同大家跟進。多謝大家收聽。
多位華人業主跌入 Section 8諮詢陷阱。嗱，咁呢單新聞咧就係關於一位叫做 Leon Castro 嘅租客，咁佢咧就聲稱自己啦有2位小朋友，咁而且佢係亦都接受呢一個美國聯邦房屋署嘅 Section 8呢一個租金代金券嘅咁樣。嗱，咁佢咧就聲稱自己啦喺1年前啦就係諮詢過多間嘅出租單位，咁但係咧就俾呢啲單位拒絕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用呢個 Section 8。嗱，咁佢依家咧就提出咗呢個控訴，連環起訴多位嘅業主，咁其中咧有好多位咧都係華人業主嚟嘅。咁以下嘅房屋咧全部都係華人擁有嘅，就包括33 Avenue 1563號，就32 Avenue 2463號，48 Avenue 1347號，同埋呢一個嘅 Colonial Way 18號。同埋呢一個15 Avenue 嘅559號。嗱，咁好多呢啲屋咧都係位於一啲華人聚居嘅地方，包括日落區啦、列治文區咁樣嘅。咁就好明顯地咧，呢一位租客咧就係喺網上高，就可能係 Craigslist 呢一類型嘅網站咧，就揾到呢啲地方就出租。跟住隨後咧，佢就發咗一個短信喺佢哋嘅手機嗰度。就問呢一啲嘅業主啦，就話你接唔接受呢個 Section 8 voucher？OK， 即係話呢一個嘅 Section 8代金券。咁然後所有呢啲嘅業主咧嘅回覆咧都係話 sorry， 對唔住，我哋係唔接受 Section 8。咁其後咧呢位嘅租客咧就馬上去法庭啦，起訴呢啲業主啦。嗱，咁點解業主咁多咧都係抗拒唔去接受 Section 8嘅代金券咧？咁原因咧就係其實因為咧係如果佢哋接受咗呢啲 Section 8咧，咁呢一個嘅聯邦嘅房屋署咧就係會定期咧去檢查呢一啲嘅出租屋，咁而且亦都有好多嘅手續咧係需要通過咧先至可以收到呢啲 Section 8嘅租金嘅。咁所以好多嘅業主咧就認為呢個過程嘅手續咧實在係太麻煩啦，所以因此咧佢哋就拒絕呢個 Section 8嘅諮詢。嗱，咁但係根據加州嘅法律啦，呢個 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Act（FEHA） 啦，就話咧呢個喺加州裏邊業主咧係不能夠歧視呢個租客嘅租金來源。咁若果有 Section 8嘅人咧同你諮詢話可唔可以租你個單位的話咧，你一定咧就係要按照你正常嘅審核程序啦去檢查佢哋嘅申請表格嘅。咁即係話你要檢查佢哋嘅信用記錄啦，同埋佢哋嘅以往嘅出租嘅記錄咁樣。咁因此咧，若果你係一口拒絕話我唔接受 Section 8咧，咁就已經構成咗一個違法嘅行為㗎啦。嗱，咁所有嘅業主咧，你必須要好認真啦，去小心呢一類型嘅 Section 8嘅諮詢啊。由依家開始，若果有人問你係咪接受 Section 8咧，你就唔可以馬上去拒絕佢。咁而咧，要當佢哋係一個普通嘅租客咁樣嘅諮詢，然後去做一個審核嘅過程，咁樣先至係合乎加州嘅法律。好啦，希望各位網友喜歡我哋今期托嘅節目。咁若果你係喜歡嘅話咧，就請記住點讚、分享同埋喺以下留言。咁我哋將來咧就會帶俾大家更加之多嘅精彩嘅法庭新聞嘅，好冇？OK，下星期2再同大家見面啦，再見。